海并多因痰作祟，一味要被誉为化痰之王，则陈皮一起泡一泡，功效翻倍，还好喝稳养之道。有影片提到痰之源在脾脏，党参、莲子有益脾脏，莲藕、纯杏仁粉有益于肺脏。脾脏喜欢的动作是揉肚子，心脏喜欢的动作是拍打手臂内侧，肝脏则喜伸懒腰，肺脏则喜深呼吸，肾脏则喜垫脚尖。网页链接